愛迪生係美國最偉大嘅發明家，喺佢嘅實驗室裏邊有一句座右銘，上面係咁樣寫嘅。佢話：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、充滿萬有、至高至尊嘅上帝。佢認為聖經係人類行為嘅最高標準，亦都係人生路上面唔可以少嘅指引。有一次有人問佢：你一生最大嘅發明係咩呢？咁佢話：我一生最大嘅發現就係發現神嘅兒子耶穌基督係我嘅救主，洗淨我一切嘅罪。佢又話：從萬物所表現嘅情形嚟睇，宇宙實在係全能者嘅偉大傑作。假如否認至上權能嘅存在，我就等於褻瀆自己嘅知識。偉大發明家嘅偉大係在於佢謙卑承認自己不過係一個罪人，需要耶穌基督做佢嘅救主。咁請問你嘅情形又係點樣呢？